如果你每次考試前都係度估你小朋友下一份試卷會出啲乜，估到好頭痛，呢條片就啱晒你。今日我會教你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由一份學校以前考過嘅試卷或者小測，再加埋你小朋友嘅課本或者筆記，整成一份好似真考試咁嘅模擬試卷。你可以好有信心咁同小朋友講，呢份同你真實考試好似，我哋一齊練呢份啦，同埋淨係用任何一個 AI， 幾分鐘就搞掂。我先同你講聲成個流程係點，喺呢條短片入面，我會示範3樣嘢，用一份舊試卷，靠 AI 捉到學校出題嘅風格，將你想小朋友練過一課嘅課本內容喂俾 AI， 將 A 加 B 合埋，變成一段你以後可以 copy paste 嘅提示句，一 click 就幫你出晒整份模擬試卷連答案。睇完之後，你就有一個可以周圍用嘅系統，任何科目、任何單元都用得。第一步，先要俾 AI 知道真實試卷嘅樣係點樣，換翻一份你小朋友喺學校考過嘅試卷或者小測，唔使成份打晒入去，拎幾條有代表性嘅題目就夠。跟住你用開個紙 AI 打以下文字。我而家會俾一份學校試卷嘅 sample 你，請你幫我分析，然後詳細講有咩部分 section， 有咩題型，指示句通常點寫，分數點樣分配，之後就將啱啱嗰幾條 sample 題貼入去。AI 覆你個陣，通常會類似咁樣：Section A 選擇題，每題1分；Section B 短答題，每題2-3分。咁呢段說明就係你嘅試卷格式提示，記得 copy 低 ，save 起佢，以後每次都可以拎翻出嚟用。跟住我哋要決定呢份模擬試卷想考啲乜，揀一個你小朋友而家係讀嘅課題或者章節，譬如分數幫合作用 simple past tense 啊。而家就要俾內容 AI， 你可以直接貼電子課本個幾頁或者電子筆記入去，然後同 AI 講清楚，呢啲係我要你出題嘅根據，只可以用入面提到嘅事實、方法同例子，唔好自己加啲呢度冇講過嘅新內容。而家就可以將所有嘢串埋一齊，做一段完整指令。OK，AI 就會幫你生出一份完整模擬試卷，你可以 print 出嚟，或者係平板電腦度做。俾試卷小朋友做之前，記得先用2-3分鐘睇一睇。如果一眼睇落好似太深或者太淺，可以同 AI 講，請用簡單啲或者難啲嘅程度重新出一次。有啲題你自己睇都覺得有啲唔 make sense， 就同佢講，請將第3題改寫到容易啲明，考嘅重點唔好變，睇下呢一課幾個最重要嘅重點有冇全部考到。如果覺得有啲位好似冇 cover 到，可以同佢講，請再加2條題，專門考某個細分主題。